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吗？你好，请问有乜嘢可以协助嘅麼？你好，请问有乜嘢可以协助嘅麼？我的皮夹不见了。我嘅皮包唔見咗咧，我嘅皮包唔見咗咧。好的，您请坐。好，好，唔請坐。好，好，唔請坐。好，来，请先喝杯茶。谢谢。請先食杯茶。是夢，請先食杯茶。是夢。您的皮夹是在哪里不见的呢？应该是掉在西边的那个公园。我嘅皮包日係喺呢位唔見嘅呢。應該係溪壩邊嗰隻公園跌脫，我嘅皮包日係喺呢位唔見嘅呢。應該係溪壩邊嗰隻公園跌脫。好，那应该是龍井溪西畔公園。好，該應該係兩江溪嘅溪邊公園。好，該應該係兩江溪嘅溪邊公園。記得是什麼時間不見的嗎？大概是今天下午。記得係乜嘢時間唔見嘅麼？大約係今半夜下晝。記得係乜嘢時間唔見嘅麼？大約係今半夜下晝。您的皮夹是什麼顏色的？有什麼特徵嗎？是咖啡色的長夾。你嘅皮包日係乜嘢色？外表有乜嘢特點麼？係咖啡色嘅長皮包。你嘅皮包日係乜嘢色？外表有乜嘢特點麼？係咖啡色嘅長皮包。好的，皮夹裡面有哪些東西呢？好，皮包日底部有呢條東西呢？好，皮包日底部有呢條東西呢？有台幣2000元，還有信用卡。有新台幣2000嘅元，還有信用卡。有新台幣2000嘅元，還有信用卡。了解，護照還在嗎？護照還在。了解，護照還在麼？護照還在。了解，護照還在麼？護照還在。好，提醒您要打電話到信用卡公司做掛失登記。有，我剛才已經聯絡了。好，提醒你要打電話叫信用卡公司做掛失登記。有，我頭下聯絡咧。好，提醒你要打電話叫信用卡公司做掛失登記。有，我頭下聯絡咧。哦，那就好，我幫您做一下筆錄，請稍等。該就好，我留你做一下筆錄，請等一下。該就好，我留你做一下筆錄，請等一下。筆錄好了，我念給您聽，確認是否無誤。筆錄好咧，我念俾你聽。確認有誤錯麼？筆錄好咧，我念俾你聽。確認有誤錯麼？謝謝你，登錄資料都正確。新夢兒登錄資料全都正確。新夢兒登錄資料全都正確。好的，請您在這邊簽名。好的。好，請你在這簽名。好，好，請你在這簽名。好，這是您的遺失案件證明，這樣就完成手續。這係應該遺失案件證明，咁樣就辦好手續咧。這係應該遺失案件證明，咁樣就辦好手續咧。如果我們尋獲失物，會立刻與您聯絡。那係我哋簽到遺失品，會嚴時人聯絡。那係我哋簽到遺失品，會嚴時人聯絡。謝謝你。新夢兒，新夢兒。